大家好，我係莊青，一個退咗休嘅職業賭徒。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呢幾年非常之熱烘烘嘅一個話題 AI。AI 同職業賭徒之間到底係敵人呢、工具呢，定係根本冇關係嘅？喺呢幾年我聽到好多行業都因為 AI 變得人心惶惶，好似好多工作都俾 AI 取代，尤其係一啲文職啊、設計啊、程式啊、資料整理啊，甚至部分嘅專業行業入邊嘅基層職位。我身邊好多朋友曾經都喺唔同嘅行業工作過，或者工作緊，有律師啊、醫生啊、會計師啊，亦都有設計師啊、寫程式、辦公室助理、文員，甚至送外賣揸 Uber 嘅前線人員都有。因為我嘅工作好自然會接觸到好多唔同背景嘅人，有啲可能係同我一齊去旅行參觀，想見識下行業嘅人啊，做下免費人頭啊。我亦都可以透過佢哋同佢哋傾偈嘅過程，認識好多其他世界發生緊嘅事。最近我發覺同佢哋傾偈之後，我開始認真諗一個問題 ：AI 對咁多職業都有影響，佢對職業賭徒呢個行業又有冇衝擊，或者佢會唔會幫到我哋呢？調翻轉頭，經過咗唔同行業嘅朋友交流之後，再加埋我自己嘅經驗，我就得出咗呢一個結論。第一部分 AI 真正首先取代嘅係一啲初級嘅基層職位。AI 的而且確取代咗好多初級啊、基層啊入門嘅工作，尤其係而家啱啱畢業嗰啲學生啊，或者工作經驗唔多嘅基層辦公室職位，一定係首當其衝。以前一間公司好多時會請一啲初級嘅文員，通常會叫佢哋做一啲唔重大嘅決定，入職就可以學，一路做一路學。老闆最需要嘅就係佢哋做，而嗰啲係目標清晰、決策性唔高嘅嘢呢，淨係需要整理能力就得嘅，例如做 PowerPoint 啊，做下啲文書總結啊、資料搜集，幫個設計師個概念製成作品啊，或者已經有框架咁樣寫程式啊，整理文件、報告、表格呢啲咁樣嘅工作，以前正正就係嗰啲初級員工入行學習同埋累積經驗嘅機會。但係而家 AI 出現之後，呢啲工作係最容易同 AI 嘅能力重疊，所以老闆淨係知道自己想要乜，有目標之後，佢直接就可以叫 AI 做咗呢一啲咁初級嘅工作，再由高級嘅員工去修復啊、修改啊。咁樣嘅話，嗰啲初級員工本來可以攞嚟練功學習、吸收經驗，然後慢慢向上爬嘅機會就被壓縮咗。最嚴重嘅就係以前呢啲初級嘅職位就係靠呢啲咁樣嘅經驗慢慢成長，將來就成為高級嘅人。而家呢條路就係變窄咗，唔係話所有嘅人都即刻冇工做，而係以前由低做起，慢慢累積經驗，慢慢向上流動嘅階梯咧，就即刻斷咗一大截。咁第二部分呢，我覺得叻嘅人同普通嘅人嘅距離係俾 AI 拉闊咗嘅。以前一個叻嘅人同一個唔叻嘅人，知識上邊嘅差距可能一兩倍。咁就算一個人慢慢起步，只要佢肯做肯學，有人帶嘅話，佢仍然可以慢慢追上去。但係今時今日就唔同，一個本身已經有經驗、有判斷力、識得決策，而且識得利用 AI 嘅人，佢嘅工作效率比一啲普通啲嘅人唔再係高一兩倍，係即時高10倍、幾十倍。相反，如果你一個人本身經驗淺、判斷力唔好，連 AI 都唔識用，再加上佢同高階人才之間嘅距離呢，就會即刻拉遠咗好多。所以 AI 帶嚟最大嘅改變，唔單止係取代咗工作咁簡單，而係令到人同人之間嗰個實力嘅差距急劇放大。高階有判斷力嘅人，再加埋 AI 就會即時變得更加強。而冇經驗初級嘅人，佢哋冇決策能力，就算你俾 AI 佢都未必能夠可以好輕易運用得好。而且 AI 取代咗佢哋本來可以攞嚟訓練嘅機會。呢一點我係喺好多行業嘅朋友傾之後最深嘅感受。好啦，第三部分直接就講下佢同我哋職業賭徒之間嘅衝擊啦。AI 其實真係對好多行業都好大影響，咁對我哋職業賭徒又會點樣呢？我自己嘅經驗觀察係職業賭徒呢一行，暫時勉強同 AI 都仲有一啲嘅距離，佢仍然仲未重疊我哋嘅工作。原因好簡單，職業賭徒要嘅知識本身就唔特別，好多都係好基本嘅數學，例如期望值啊、Kelly criteria 啊、勝率啊、賠率啊，其實用好簡單嘅數學就已經可以計到。甚至好多時候連計都唔使計，因為前人已經將好多遊戲嘅特質啊、勝負關鍵啊、漏洞啊，已經計得清清楚楚。而且賭場遊戲本身喺過去嗰20-30年都冇乜大嘅創新，仲係用緊20-30年嘅規則規矩，你唔需要去用好先進嘅嘢就已經可以知道。大家玩來玩去都係啲舊嘅遊戲，漏洞亦都係來來去去重複又重複咁樣出現，只不過係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賭場、唔同嘅人入邊發生。可能喺呢幾十年前出現過嘅問題，幾年前又再出現，幾個月前又再出現，正係咁。AI 冇顯著提升到呢一個行業嘅核心能力，佢亦都冇破壞到呢一個行業嘅收入結構。第四部分，職業賭徒真正做嘅嘢，唔係坐喺電腦面前計數，或者需要重複嘅多功能處理。好多人以為職業賭徒最重要係數學好、計數快、模型複雜，但係我會話，真正嘅職業賭徒最重要嘅工作係去實體賭場觀察現場，揾出可以操作嘅漏洞。而呢樣嘢 AI 暫時就幫唔到我哋啦。
因為我哋揾漏洞嘅時候，通常都唔係一啲好高科技、好複雜、非常之隱蔽嘅東西，好多時都係一啲顯而易見，只不過一般人冇留意嘅問題，例如人手失誤啊、機器失誤啊、程序漏洞啊、遊戲設計失誤，或者賭場管理唔理解自己產品嘅風險啊等等嘅嘢。更重要嘅係，賭場係唔會容許你帶電子產品進入去錄影、影相、收集數據，所以就算一個人有 AI，佢都未必可以喺現場真正用得上。AI 可以幫到一個人學好多知識、了解好多背景，但係到咗真正現場，佢要靠嘅就係自己嘅眼、自己嘅判斷力、自己嘅經驗。喺呢一方面，喺呢個咁特定嘅條件之下，AI 對職業賭徒嘅生涯同收入嗰個影響就好細，無論係幫助定係損害都冇。第五部分，賭場又會唔會用 AI 嚟修補漏洞呢？老實講，AI 開始急速發展嘅時候，我都有擔心過呢一個問題，就係賭場會唔會因為 AI 更容易發現自己有漏洞，然後好快修復？但係喺我呢幾年嘅觀察，我發現個答案暫時冇。雖然我已經退咗休，但係我仍然有好多學生，好多人都仲喺世界各地操作緊唔同嘅漏洞，都會問我請教我嘅意見，或者係大家分析一下、分享一下。以我嘅了解 ，AI 喺呢幾年嘅極速進步，係冇明顯影響到佢哋嘅收入，亦都冇令漏洞嘅數目減少，甚至乎可以話好多地方漏洞依然係有增冇減。點解會咁呢？我自己認為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賭場本身都未必知道自己真正嘅問題喺邊，另一個原因就係喺呢個領域本身資訊唔多， AI 訓練嘅時候冇足夠嘅資訊，未必可以做出準確嘅判斷。當然啦，我唔係 AI 方面嘅專家，我亦都唔想扮到自己識得 AI 訓練模型邏輯呢啲咁專業嘅嘢。但係喺現實嘅結果嚟睇，AI 發展到今日嘅成熟度，賭場漏洞又依然存在，而且喺唔少嘅地方仍然係不斷地重複又重複咁犯錯。所以我會覺得喺職業賭徒呢一行，暫時嚟講 AI 未必能夠幫到賭場去修復佢嘅漏洞。第六部分，我見到好多年輕人真係俾 AI 影響得好深，因為我自己退咗休之後多咗好多時間。間唔中都有好多聽眾啊朋友咁會喺網上邊揾我嘅聯絡資料，私下約我食下午茶交流一下。以前揾我嘅好多時都係一啲年紀比較大啊，或者失業啊，或者係對自己嘅工作唔滿意，想揾出路啊，或者係一啲比較上已經有社會經驗嘅人比較多。但係近排我發覺多咗好多年輕人呢係走嚟揾我，或者佢本身以前就係做緊一啲基層啊，或者而家都係做緊基層，有啲甚至係畢咗業好耐都未揾到工嘅人。好明顯喺近呢1年半載咧，係多咗好多呢一啲咁樣嘅聽眾走嚟揾我食下午茶嘅。整體佢哋俾我嘅結論都係而家畢咗業，可能有啲寄咗100幾200封信都冇回音，或者淨係得1-2份工咁樣去見。尤其是我最近又睇新聞見到有個極端到有個畢業生寄咗200封信，都係得2個見工機會，然後音訊全無。甚至乎而家有啲初級嘅程式設計員啊，做文書啊，辦公室嘅基層啊，同我分享咗佢而家嘅情況，我先至知道佢哋而家被取代、被壓縮嘅情況係比我想象入邊係嚴重好多。我估下一波受影響嘅可能會由基層慢慢推到去中層，甚至乎係一啲初級嘅高層職位。將來公司入邊可能需要嘅，只不過係集中喺極高階、極需要判斷同埋整合能力嘅人身上，然後所有越嚟越低層、中層嘅職位就會消失。以前一個行業嘅變化，你可能會有一段時間慢慢俾你去學適應轉型，但係呢次嘅 AI 轉變嘅速度，我覺得真係比以前係快咗好多。尤其是中下層嘅職位，佢嘅向上流動同轉化嘅機會係少到我哋真係轉唔切彎。第7部分，我想俾啲建議而家嘅年輕人，或者一啲而家比較彷徨嘅人。如果你而家感到好彷徨，覺得自己原本嗰條路突然變窄咗，又或者想揾一啲新嘅機會，我會建議你睇下一啲我以前賭場漏洞嘅片段。我唔係希望你睇完之後就諗下點樣成為一個職業賭徒，更加唔係話呢一行適合所有而家需要轉變嘅人。但係我覺得了解呢一個行業有一個好處，佢可以令你知道呢個世界唔係淨係學校、公司、履歷、升職、加薪呢一條咁嘅道路。有啲知識、有啲機會、有啲空間，可能你以前完全冇接觸過，甚至諗都冇諗過佢會存在。睇完之後就可以令到你思考嘅方法會角度多咗，對呢個世界嘅認知嘅層面又會廣闊咗。對你第日想揾更好出路嘅時候，可以發展嘅機會就會多好多。而另外一個我都想講嘅，就係如果你係啱啱畢業嘅大學生，或者畢業冇耐但係又揾唔到嘢做，唔好覺得你而家大學學到嘅嘢冇用，或者你就嚟畢業，好似諗下係咪應該唔好讀啦，反正讀完啲嘢都唔 update 唔啱用，冇前途噶啦。其實啱啱相反，我覺得學校教到你嘅知識係非常非常之重要，無論係法律、會計、程式、金融、醫學、數學，乜嘢都好。任何嘅專業知識，呢啲都係你埋喺呢個世界入邊，用嚟了解世界、分析問題、建立判斷力非常重要嘅基礎。問題唔係學校嘅知識冇用，
真正嘅問題係，如果你淨係靠學校教你嘅基本知識，喺呢個 AI 時代，你嘅競爭力係會被嚴重削弱。但係如果你淨係識得 AI，或者淨係去學 AI 點樣應用，你冇一啲好基礎、好實在嘅知識喺背後支撐嘅話，你連點樣使用 AI 問正確嘅問題，叫佢幫你做嘢都唔識。所以喺學校學到嘅基本知識，係你利用 AI 放大佢呢個能力最重要嘅基礎。AI 並唔係由零變有，佢係將一個人想做嘅事情可以更加放大、更加容易。所以你嘅能力越高， AI 對你嘅幫助就係加成越大。另外一樣，我覺得有一啲能力 AI 暫時係取代唔到，例如人同人之間嘅交往啊，點樣睇人眉頭眼額啊，點樣理解一啲行業入邊真正嘅權力關係啊、利益關係啊、人物關係啊，或者一啲行業入邊累積落嚟嘅潛規則啊、實戰經驗啊，呢啲淨係靠書本學或者喺 AI 問幾條問題係唔容易去掌握得到，最少今日係咯。所以我建議而家喺呢啲狀態嘅人，你畢業之前或者畢業之後，就算而家揾唔到工都好，都唔好只係停留喺而家原本嘅硬知識入邊喺度鑽研。你應該要真正諗辦法，都要去諗點樣吸收多啲社會經驗，學多啲軟知識。例如你想喺邊一個行業發展，就喺入邊識多啲人，揾下一啲有權力嘅人係點樣去嗰度運作，用唔同嘅角色之間去了解一下、理解一下佢哋嘅利益關係啊，都係點樣運作啊，點樣同人溝通啊，點樣令人哋更加信任你啊，點樣觀察一件事背後真正嘅動機啊，點樣由唔同嘅角度切入同一個問題啊，點樣將你學校學到嘅知識變成現實世界入邊有用嘅判斷啊，呢啲能力先至係你同 AI 將來拉遠其他人距離嘅一個好重要因素。所以如果你做到呢一步，第日有老闆需要揾人嘅時候，自然就會覺得你係一個適合嘅人，適合嘅初級員工。雖然職位唔多，但係仍然存在嘅。可能佢仍然會覺得你幼嫩，經驗未夠，但係至少佢會覺得你並唔係一個可以被 AI 取代嘅人，你反而係可以喺 AI 時代協助到佢更加快成功、更加有價值嘅員工。呢一個就係點解你喺學校學到嘅知識同埋 AI 係其實唔係真係有衝突，係相輔相成嘅一個產品嘅原因。所以如果你而家好彷徨，或者你而家好得閒，但係又唔知有啲乜嘢可以做下或者提升下自己嘅時候，了解下職業賭徒呢一個行業入邊嘅種種事情、種種邏輯，可能將來就係因為呢一啲咁樣嘅思考路徑、思考方法，令到你有一個完全不一樣嘅世界都未定。你未必一定要行職業賭徒呢一條路，但係認認真真學下呢個世界嘅知識，對你一定唔係壞事。最後我都想同大家講，尤其是年輕人或者而家遇到唔順暢嘅人，其實唔同年代都有唔同年代嘅問題。以前嘅人一樣有以前嘅困難，未來嘅人一樣有未來人嘅困難。今日你面對嘅嘢，只不過係人工智能啱啱好帶嚟嘅一個轉型困難。今日嘅競爭的確係大，揾工的確係難，但係世界既然就行到呢一步，唯一嘅方法就係努力適應，冇得悲傷，亦都唔需要否定自己過去學咗嘅嘢。你做到嘅就係將你擁有嘅知識、學校學咗嘅嘢、返工攞咗嘅經驗，加上將來你嘅人脈、你嘅經濟、你嘅行業判斷，然後再學埋 AI 嘅運用能力，努力諗辦法去解決而家嘅問題。呢個先至係你今日最重要做嘅事，亦都係你唯一可以做嘅事。有乜嘢覺得講得啱或者唔啱，都可以喺下邊留言一齊討論一下。記得讚好我呢條片，訂閱我嘅頻道，撳埋新片通知嘅鐘仔，like我嘅 Facebook，follow 我嘅 Instagram。拜拜。In recent years, everyone has heard that many industries have become uneasy because of AI. It seems like many jobs will be replaced by AI, especially some basic positions.